如果你有用過 Claude Code 嘅話，你一定知道佢最大嘅弱點就係佢嘅前端設計。你叫佢寫 logic 寫 back end 咧，佢真係好叻。但你叫佢整一個靚嘅 landing page，整一個靚嘅 UI，嗰個結果通常都係非常之模板化咁。而最近咧 Anthropic 終於出手啦，佢哋搞咗個全新嘅工具叫做 Claude Design。咁呢條片我會教大家用最簡單嘅方式帶你行一次，等你睇完之後你自己都識得用。好，咁首先第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咩 Claude Design 咧？簡單嚟講，佢就係一個 Anthropic 出嘅視覺化設計工具，你可以理解為佢係 Google Smash 嘅 Claude 版。咁佢可以做3樣嘢嘅。第一個啦，佢可以做到 Web 嘅應用，你可以用佢嚟設計一個完整嘅網站 landing page 或者你嘅 desktop 都得。第二，你可以設計啲手機 app 嘅 mobile 嘅設計。你做完 Web 版之後咧，你一句 prompt 就可以幫你轉成成個手機嘅界面噶啦。咁第三個咧好重要，就可以整到佢嘅 slide dash。冇錯，即係其實可以幫你整 PowerPoint。咁我哋今時今日咧，其實呢條片嘅 PowerPoint 都係用佢嚟整嘅。咁不過我就用咗 Claude Code 嘅生成嘅內容骨架，再掉 Claude Design 更加整靚啲。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喺佢 document 上面你都見到，佢可以 export 去到 PDF、PTX、HTML 甚至係 Canva 都做到，所以係一個非常之突破嘅設計啦。難怪 Figma 嘅股票都跌咗7% 嘅股價啦。咁正常嚟講咧，如果你喺自己嘅 app 嗰度未見到係好正常嘅，因為佢依家會喺個網頁版就直接見到噶啦，或者你直接點打 Claude Design 就做到。咁留意咧，就有 Pro 或者以上嘅計劃先用到嘅。咧我就直接撳 Claude Design 開始啦。咁你可能會問，咁我直接喺 Claude Code 度寫 prompt 叫佢整 UI 咪得咯？係得嘅。不過問題係咧，用 Claude Code 做呢個前端設計咧，我哋成日都經歷一個好痛苦嘅循環。就係我首先寫完 prompt 3，佢出咗 code，你再 build，然後咧再 refresh 一次個 browser，你睇一眼，唔啱喎，你再寫多次 prompt，再改嘢，再 build，再嚟多次，而且改一個配色方案都可能要搞幾個鐘。但 Claude Design 咧係唔同嘅，佢會俾你更加視覺化嘅方式去做設計，你可以即時見到個效果，即時改完就秒見到個結果噶啦。所以咧，如果佢嘅價值咧，唔係話佢出第一版就一定靚過 Claude Code，佢真正價值咧，我覺得係佢嘅迭代速度係非常之快，你可以好快咁試到唔同嘅版本，揾到你最中意嗰個方向，呢個係最重要。而家我哋入咗嚟 Claude Design 咧，第一件事你會見到佢成個 design system 啦。design system 係咩咧？就係簡單嚟講，就係你嘅品牌風格嘅模板啦。你可以直接餵一啲你嘅code base 或者係 GitHub 上面嘅 report 俾佢，咁佢就會自動提出你嘅品牌顏色啦、字體、logo 嘅元素，然之後你開一個新嘅 project， 佢就會自動跟住呢套模式噶啦。所以咧，你喺呢度就會見到。咁聽到好正咧，但我真係要警告一樣嘢就係呢樣嘢係超級食 token。喺一個 design system 咧，我諗即刻用咗你20% 嘅每個禮拜限額啦，所以唔好一嚟就瘋狂起啦，一個就夠啦。如果你啱啱開始用嘅時候咧，其實我建議唔好用 none 就可以啦。咁我哋直接開始嚟啦，我改自己啦。咁咧你會見到。撳完 design system 之後，下一步就係揀模式。咁我哋有兩個選擇啦，第一個係 wireframe 啦，第二個係 Hive。第一個咧就係比較粗線嘅線體啦，好似草稿圖咁樣。咁第二個就係直接出一個好高質素嘅模。大部分情況咧我都會揀第二個，因為如果我想睇到一個真實嘅效果，咁我哋就快速試幾個呢個方向，咁我就會做啦。咁你見到空白頁面就非常之啱啦，你只需要將你想要嗰個 PowerPoint 文字寫上去同佢講，咁佢就會自動幫你整咗出嚟㗎啦。咁我直接俾個完成品你睇。而佢最勁嘅地方就係佢有4個編輯工具係非常之厲害。咁呢個係我完成品嘅 PowerPoint 啦。咁大家見到右上角，首先第一個佢呢個最強嘅功能咧 ，List 啦，我覺得佢係最強嘅功能。咁佢喺旁邊有一堆調整嘅參數嚟顏色啦，係標準嘅字體啦，大家見到全部係即刻變咗。如果我整咗呢個藍色黑色嘅話，佢呢樣嘢就係唔需要打字，唔需要等標，幾秒就搞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 Edit 啦。咁 Edit 係咩意思咧？如果你想改某一個特定嘅元素，例如呢個 button 嘅顏色咧，你就可以喺度改。咁有啲似 Figma 同埋 Canva 嗰種操作。第三個咧 comment 啦，你可以喺任何一個地方留 comment 啦。例如我就話呢個可唔可以大少，或者係呢個可唔可以整得再視覺化少少 ，send 俾 Claude 佢就基於你嘅 comment 去改。你都可以儲住啲 comment， 唔使即刻改嘅，可以等其他同事加啲意見都可以。第四個功能咧就係 draw 啦，你可以直接畫喺上面畫線。咁畫完條線之後咧，你例如我就可能講呢度想加個 icon， 嗰度加個文字，咁我直接畫出嚟就可以㗎啦。而呢4個工具加埋咧，你就係一個超級勁嘅工具箱，你可以好精確咁樣控制到每一個細節啦。咁而我自己係點樣用呢？咁而我想俾大家一個最佳嘅工作流程係點樣呢？開始如果你直接用呢個 Claude Design， 你嘅 token 燒得係非常之快。而最後我點樣去整到佢更加滿意嘅產品呢？咁首先我俾大家睇一睇 Claude Design 支援邊幾種嘅輸出模式先。Claude Design 咧，佢可以下載 zip 檔啦、PDF、PowerPoint、Canva。咁而最正咧，我覺得最好嘅模式就係、首先我用呢個，首先第一件事，我哋可以直接喺用 Claude Code
去整一個大概嘅初稿出嚟，做一個腦袋嘅 brainstorm 同埋一個初稿，大概知道我想要一個點樣嘅 PowerPoint，寫咗成個架構俾佢，然後佢就會整咗份 PPTX 俾我噶啦。當我打開咗呢份 PPTX，我直接就可以擺上去呢個 Claude Design 度，整一個更加完整嘅版本同埋更加微調入面所需要嘅內容。呢個係我見到最慳 token 同埋最有用嘅方式。然之後再一鍵 export 去 PDF、PowerPoint、Canva 等等呢啲地方去再做咗下一步嘅調整。所以最佳嘅 workflow 係用 Claude Design 令到你嘅視覺設計搞得你中意為止，再 export 出去。咁而呢個係我真實使用嘅用量啦。你見我呢個 Claude Design System 真係超級少 token，甚至生成個 landing page 等等都好啦。咁目前嚟講，我都開始用 Claude Design 去整我嘅 PowerPoint、Web 嘅 Web App 等等，呢啲係最有效嘅方法。而同大家講多少少就係 Claude Design 同 Claude Code 嘅分別係啲咩呢？就係 Claude Design 咧，你會見到生成質素咧其實差唔多，不過佢嘅迭代速度係快好多。例如佢幾分鐘有多幾個版本。而 Claude Code 係要慢好多嘅，甚至 Claude Design 就可以即時預覽啦，唔使再做等 refresh。加上佢有一個 planning model 咧，佢係會即時問你好多條問題。之前我整呢個 PowerPoint，佢問我超過14條問題左右，所以其實佢更加深入地去了解你想要啲咩啦。然後佢喺呢個 slide 嘅 design 模式係更加勝出嘅。而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就係佢有自己嘅專屬限額。所以如果用 Claude Design 咧，佢有自己專屬限額係消耗得好快，俾大家睇下。所以你見到 Claude Design 咧係有自己專屬限額，係會消耗得好快。呢個地方就係絕對留意嘅位啦。而結論咧就係，我會同大家講 Claude Design 一定係負責視覺上面嘅迭代嘅90%，而 Claude Code 負責功能實現後面嗰10%。咁最後總結俾大家。Claude Design 咧就係一個 Anthropic 推出嘅視覺化工具啦，專門解決 Claude Code 前端嘅樣。大家記住核心嘅方法就係做咗一個大方向先，再用呢個工具去做一個微調。而且我哋可以強制佢嘅 planning mode，一定要解決呢個問題之後減輕呢個用量啦，唔需要從零開始啦，甚至最後用一個完整嘅 workflow 可以令到你好慳 token 之餘，亦做到你想要嘅結果。如果呢個片你覺得有幫助咧，就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會定期更新 Claude Code 最新嘅功能同埋教學，俾你用最少嘅時間去跟上呢個 AI 嘅發展啦。我哋下條片會講 Claude Design 嘅進階，咁到時再見。